有些朋友没听过没关系，我唱阿美族语的歌比较多。带来这首歌《我们的约定》，掌声。大家好，如果新来的朋友，很开心跟你们见面。我叫署命，署命是我的阿美族语的名字。然后我从台东上来台北打拼，也是出唱片不过因为大部分都做母语的创作比较多，所以今天可能没有带几首中文歌主要是以阿美族的演唱方比较多。听不懂没关系吧？好听就好，对不对？试试看好不好？我再听听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路也可以把它骗过来的。他们就故意给它围起来，好像维里安在那边发片之类的，围多一点。然后带下一首歌《信狗》，掌声加加！
先喝一杯水，你们可以先聊天。你们先聊天啊，不要那么冷静啊。你们旁边的人一定不认识嘛？嗨，你好，我也来台北了。好吧，我今天带来一首，今天唯一的一首中文歌。我也想要唱这首歌，因为这个歌跟我的家乡有关系。我来自台东都兰，听过都兰没有？有。对，听过都兰国小有吧？有。是真的有这个学校哦。我是都兰国小毕业的，我杰出校友呀，自己自封自己是杰出校友。但是这几年东海岸啊，纷纷扰扰的事情很多，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关注一些社会的一些议题？然后，对我很多不该盖的房子都盖了。我现在东海岸的海边很漂亮，很像以前的垦丁。但是如果都拿去不当开发，盖很多房子的时候啊，以后你们去东海岸海边看不到，全部都被房子挡住了，就像现在的垦丁一样。我觉得很可惜啊。然后希望大家一起来帮忙，来一起爱护台湾的最后一条的海岸线。当我们需要大家协助的时候，希望大家不要无感。我最近常常听到这个字无感啊。我为了让大家有感觉，你们现在去看台东的海边都看得到，而且不用钱。但是如果饭店或游乐园盖起来，光是停车就要跟你收钱了，你要进去海景第一排更贵。这样你们有感觉了吧？哦，现在去免费的哦，现在去免费的，颜志明在那边很好的朋友，对，跟大家介绍我们那边的山跟海。我们常常在抗争，但是我觉得是需要大家的舆论压力。大家如果网络上或者是可以亲自到一些活动上面来支持，我觉得我很感谢大家。然后台东的风景也一直很乐意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一起爱护这个海边。讲白一点，就是我很想要拆美丽湾啊。可是他没有拆，反而去拆大埔去了，怎么会这样？很难过，但是不要失望，好不好？因为有宿命在，好吗？大家一起加油！那就带这首歌《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言说你爱我》。掌声！司法不公好，不要难过，不要难过了。台风吹，
保守，别再独揽的独立手，轻易的说着你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朦胧，我还不能够承受。别在海洋的独立上轻易的说你爱上我，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别在不蓝的土地上轻易的说着你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朦胧，我还不能够承受。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的说你爱上我，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好了，要切换为原住民频道了，一首而已哦。接下来要介绍我的新的作品，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是新的单曲，可是明明有3首歌，新的EP，这首歌叫《反扎阿鲁米亚美好的日子》，就是这个。然后这个是我的封面啊，其实是用阿美族的十字绣作为概念。在都兰，其实留下的那个文物不多了哦，因为在民国42年，你们还没有生出来吧？42年，都兰发生一次大火，把都兰村整个都烧完，所以那个日据时代留下的东西其实没有剩下很多。还好我家对面的阿公还留着这么一件阿美族日据时代的一个十字绣的情人带，然后我就把它问很多阿嬷说这个到底有什么意思，或者还有没有人会做？经过一番努力，阿嬷本来不想教我十字绣的，但是她也是很感动，有年轻人愿意来学，所以1个月的特训之后，我就多了这项新的才艺我也去把那个老的图腾拼拼凑凑，做成我这次的单曲的封面。因为听老人家讲以前的事情，我觉得都好像电影的画面，好美好哦，很浪漫。你们应该没有听过用阿美族语在谈恋爱的故事吧？听过英文，听过日文，应该没有听过阿美族的，对。那个故事也很特别。你看得到它上面不是很多正方形吗？那个一个一个正方形就代表一个家族，所以换句话说，每一个正方形就代表每一个家的 QR code。但是这样的正方形已经很少人知道了我就特别去问，然后放在我的这次的单曲里面，然后就带这首歌《美好的日子》，阿达鲁亚。
呀嘿呦呀，哎呀哎呀啊，哎呦哎呀那哦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呀，哎耶哟啊，哎呀，哦哎呀，哦哟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呀，哎耶哟啊，哎呀，哦哎呀，哦哟呀，哎呀，哦哎呀，哦哟呀，哎呀哎呀哦。哎呦哎呀喏哎呀哎呀哎呦呀哎呀哎呀哦哎呦哎呀喏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呀，哎耶嘿呦啊，哎呀，哦哎呀，嘿呦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呀，哎耶嘿呦啊，哎呀，哦哎呀，嘿呦呀，哎呀。今天这首阿正，他等一下还会回来。我忘记等下我再介绍他，他的来历很大，不小。好，聊天啊，热闹一点嘛，好冷静哦。怎么有心事啊？好，新来的朋友，我叫苏密，我先自我介绍，这是我的阿美族名字，中文叫苏米恩，来自台东阿美族的。今天带来比较多我的母语创作，很多红海呀、哪鲁湾、维哈海，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不知道。没有人告诉你这个事情哦。没有。我们长这么大了，都不知道哪鲁湾，有人知道哪鲁湾红海呀什么意思吗？有人知道吗？好吧，我来替你们解答你们人生中很重要的问题。哪鲁湾口嗨呀，是阿美族的唱歌的一种称词，它没有实际上的意思。就打个比方，就好像那个美国没有黑人有 R&B，R&B 的耶耶耶耶耶，no no no no，R&B 不是呜耶很多，那个没有意思嘛，只是为了要可以唱歌这样。其实中文也有啊，中文类似的，我们啦啦啦啦啦啦，有没有？或者是台语有没有？这些都是为了要唱歌的一个衬词，但是阿美族特别多，就在原住民里面，像你听到的哪鲁湾、尾哈嗨、口嗨呀、阿黑这些诸如此类，都是为了要唱歌的。啊，老人家说，很多唱歌的时候啊，你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唱出你真正想要唱的那个心情或故事的时候，你就要用这种唱歌的方式。所以我很多时候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我的内心，所以这张新的EP 里面全部都在 R&B， 包括我接下来要唱的歌也是从头到尾都是 R&B 的过程。不过写这个歌很有趣，我那时候写歌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回来，我觉得像我们乡下的孩子，大部分读完国中就要到外地读书或工作，所以回来很多人互相分享彼此在外面的心情啊，说啊你去哪里？我嘉义哦，我在台北哦，你高雄，这样大家会分享心情团聚。啊，我们感动那个分享啊，我觉得年轻人还有那个向心力，我就把这首歌写好。恰巧那天我妈妈生日了，我想说晚上找年轻人替我妈妈过生日，然后这首歌我也想要献给我妈妈啊，还没有名字嘛，因为刚写好，我就跟我妈妈说，妈，你
你生日你听这首歌给祝福，帮我取一个名字好不好？我妈妈听完之后就很潇洒，很没有犹豫的就说：哦，这首歌就叫《嘎扎瓦》，中文的意思就是西瓜。他说我没办法接受，妈，这首歌那么好听啊，怎么叫西瓜呀？所以我妈妈跟我分享一个道理：一个人可以把一颗苹果或一粒橘子吃完，可是一个人没办法把一颗西瓜吃完。所以西瓜就代表着那个分享。后来我虽然很不甘心，但是还是接受了。所以接下来我要唱西瓜给大家听哦，听听看好不好听？听听看甜不甜呢？好不好？甜了再买。西瓜甜不甜？甜。好，一斤45块。没有卖西瓜，各位你不要误会，今天是新的 EP 发行啊。我先喝水。聊天。你好，我来自台北。好，讲一个故事好了，就是有看到那个 QR code 吗？那个正方形里面有那个星星哦，其实也有意思的哦，星星就是他们所讲不义，练习讲一下法文，不义，西瓜，嘎哇，西贝，没有啊，西班牙，嘎哇，会哦，会讲哦，不要就说你好而已，要学一些比较新的。然后这个星星是很重要的符号，在阿美族的刺绣里面这次的 EP 也很给稿是就有加工了。如果你有买到这张 EP 的话，我们里面有附赠那个学刺绣的网络教学的那个 QR code 在里面，而且还附针线包哦。真的，全亚洲第一个唱片里面有附针线包的，别的地方也找不到。当那个唱片公司在印刷唱片的时候，他们没有看过这种事情。里面有附针线，那个针呢也不是普通的针，一般的缝针扎到手会流血嘛，所以其实我们是高成本制作，把针变成绣针。
刺绣的绣，绣真不是人的名字哦。绣真啊，你这样绣的时候就不会扎到手了，所以小朋友国小都可以来学啊。就是一样是低头族嘛，人家在滑手机有没有？我们在刺绣一样，然后还要拨一下头发。就是大家来体验啊，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自己感觉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跟我的工作伙伴一起讨论，就决定做这样的事情的。所以不要吓一跳，里面附的那个不是偶像的照片什么的，是十字绣。然后封底就是这个十字绣作品的背面，应该没有人看过刺绣的背面吧？那不是Photoshop哦，可是真的让大家看一下整个作品的。然后这个很大的十字绣啊，我们把它摆在都兰部落。如果你要看这个作品的话，有机会去台东去我家来都兰。如果你都兰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就说不好意思，我要找署名，家就有认识了，好吗？那带来这首歌里面的一首很安静的歌，很短，没有超过2分钟，这首就叫《不义星星》，献给各位。像流星哦，很快就过去了。好，我要介绍一下我后面的海报哈，就是好像很多广告。这边是我的新的 EP 的封面，然后右手边那个美式生活啊，是我即将要发的国语专辑。然后为什么叫美式生活？就是Amish Life， Amish 就是阿美族的意思，所以我想用我自己的生活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些心情。这次挑战中文了，之前都做母语歌，一直在 R&B， 打了好几年之后才有机会上台啊。当然我也可以唱中文，就试试看，然后让大家听听看我的中文作品。上一次有唱中文了，然后找来隋棠当我的联兵女主角。你们认识隋棠吗？是的。不认识没关系，认识署名就好。我会介绍很多明星给你们认识。11月2号发行在台北华山英文中心 Legacy 有一个专辑发表的演唱会，希望大家给我多多支持。接下来挑战更难的就是我的这边左手边
就是阿米斯音乐节。是我自己很想要去小巨蛋唱歌啊，但是也知道我 R&B 很久了，然后唱不了台北小巨蛋，只好唱都兰小巨蛋。都兰小巨蛋是全东河乡最大的室内场馆，就是都兰国中体育馆。本来是我一个人唱歌的，后来想想部落很多会唱歌的人，我想就找了部落的年轻人，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很开心有老板企业主赞助，所以这个音乐节在想了3年之后，今年真的要做了。没有什么明星啊，我想说你到台东了，你应该还不会在台东想要听罗志祥唱歌吧？对，到台东就要听台东人唱歌，因为这是有钱也买不到的。但是我们最大的卡司就是都兰国小，或者是再加归南阿公的10个朋友之类的啊。当然，我们会透过很多方式让大家可以认识我们村庄。我觉得人是旅行中最棒的风景。一样山，一样是海，但是不一样的人讲故事，你看山看海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更何况是歌。这是我自己为什么想要办这个音乐节的很重要的一个初衷。然后，那也要让你们有机会学习阿美族的歌，我就先试试看，你们能不能。